咩話？房屋養老金啊！而家啲自媒體炒得好緊要喎，仲喺度話呢個養老金咧，其實就係變相嘅房產稅。咁啊，仲要係由個人嘅帳戶支出喎，會增加咗業主嘅承擔喎。記得點讚收藏啦，或者轉發俾有需要嘅朋友。同你解釋下，所謂嘅房屋養老金其實係咩咧？其實佢個名就叫做物業專項維修基金。咁呢個基金咧，佢點解唔需要再由個人去承擔咧？因為咧，當你購房嘅時候，已經係支出咗我哋所謂嘅物業維修基金啦。咁而再加埋政府成立嘅一個公共帳戶，從而組成咗呢個所謂嘅房屋養老基金。所以咧，唔需要你再支付額外嘅費用啦。咁啊，從而可以達到對房屋後期嘅保養。咁呢一筆費用咧係專項專戶去使用嘅，所以唔需要擔心會被人挪用，並且係需要2/3嘅業主同意。咁呢一筆基金佢主要維修嘅對象係咩咧？就係房屋嘅公共部分啦，就係我哋嘅通道啦、綠化啦，或者係電梯各方面嘅嘢啦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訛傳訛亂咁解讀。我希望你哋咧謹慎對待，因為呢個房屋呢個養老金咧並唔會係等於變相嘅房產稅，亦都唔會令到業主有額外嘅支出，只係令到你哋可以有更好嘅生活環境。